階突破獎項。奧運體操史上首位做出完美10分嘅羅馬尼亞體操皇后戈曼尼茲就獲頒終身成就獎。無線電視記者陳家俊報導。喺天氣方面，預測係大致多雲，朝頭早嘅最低氣温大約26度，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炎熱，最高氣温大約30度，稍後有一兩陣驟雨，吹和緩至清勁嘅偏南風。展望星期四天氣漸轉不穩定，有驟雨同狂風雷暴，稍後氣温下降。星期五部分地區嘅雨勢較大，最低氣温喺21度左右。星期六朝頭早嘅天氣仍然稍涼，驟雨逐漸減少。繼續睇下世界主要城市天氣概況。轉頭下節新聞。